近日消息，特朗普正考慮根據每一台電子設備所含芯片數量，對進口的外國電子設備徵收關稅，旨在促使企業將製造環節轉移至美國。按照這一方案，美國商務部將按產品芯片內容估算價值的一定比例徵收關稅。據了解，該政策的目標是讓芯片公司在美國製造的半導體數量與其客戶海外進口的半導體數量相同。這也表明了特朗普政府意圖打擊從電動牙刷到筆記型電腦等廣泛消費品，這可能會加速通脹。白宮發言人庫什德塞表示，美國不能依賴外國進口的半導體產品，這些產品對我們的國家安全和經濟至關重要。若實施這一計劃，將對蘋果、戴爾等大型科技企業構成挑戰，因為他們從全球各地進口含有各種芯片的產品。與此同時，台積電、美光科技和格芯等在美增產的企業可能從中受益，在與客戶的談判中獲得更多籌碼。根據實施方式的不同，若某些高度先進或專業產品無法在美國輕易製造，該計劃可能面臨阻礙。目前該計劃仍有可能發生變化。